智慧的判斷，路加福音7章35節。但神的智慧藉着他的兒女就證實是公義的了。呢個世界係充滿各類嘅專家嘅，佢哋試圖用個人嘅智慧嚟說服你去接受佢哋嘅睇法。但係神話唔係嗰啲大聲宣揚、極力主張嘅人最有智慧，而係嗰啲經得起時間考驗嘅人先至係真正有智慧嘅。你冇辦法藉住去爭執或者辯論嚟證明智慧。智慧係需要經過時間嘅考驗。有啲人固執咁認為自己嘅意見一定係最好嘅，無論呢啲人嘅觀點幾咁有說服力，時間先至係最好嘅判斷工具。唔係話邊個大聲邊個就係啱嘅，而係事情嘅結果先至能夠證明佢哋係咪有智慧。當你信服神嘅旨意嘅時候，有時係會遇到反對嘅勢力嘅，同埋一啲唔同意你智慧行動嘅批評。你嘅第一個反應好可能就係去為自己辯解啦。但係如果耐心去等待，時間係比辯解更加能夠顯露出你行動嘅智慧嘅。神話語嘅智慧已經過咗世代嘅考驗，證實佢係真理。正如詩人喺詩篇119篇160節所講嘅：你的話的總綱就是真理，你一切公義的典章要傳到永遠。以聖經嚟判斷你嘅所見所聞係好重要嘅。心理學同埋哲學嘅趨勢係會變嚟變去，但係神嘅話語唔會因為時間而有所改變。當你喺服侍其他人嘅時候，要確定你嘅意見係來自聖經，而唔係你個人最佳嘅諗法。只要你人生嘅抉擇係基於神嘅話語，時間會係你最好嘅辯護者，會證實你所選擇嘅智慧。正如箴言3章5至6節嘅教導，你要一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認他，他必使你的路徑平坦正直。如果一段時間之後，你發現自己顯然係錯咗啦，求神赦免你，並且喺聖經中去尋求神話語嘅指示，然後信服嗰句說話，觀看神點樣將佢嘅智慧運行喺你嘅生活中。求聖靈幫助我哋辨識真理，同埋尋求由神而嚟嘅智慧。阿門。